動詞來做事。歡迎來到湖岸料理的世界。食天涯的菜，恁前緣富貴是天得來啊！哦，爸爸，我看你都還想要騙大家的錢。冇錯，小當家，人家講食天涯的菜，連什麼都會吞落去哦。你看見沒？拄會條毛？哈哈哈，該就做來啊！讓人命搞出來，來，先兩段開始。全球字，哈！我教他做誒，我200分這樣炒。應該很做得啦呵，那麼司法，那麼如水。不過講到今日，攏係搶下出演舞的好朋友，有些特別，因為我記得，讓我熟司機，還有就是平常時我兩啥其實冇買聯絡。幹呢今日，等一下怎麼跟他在一起好呢？我知道佢應該就會一個非常要求完美的處女座。因為講呢，因為佢今日要做乜個菜，佢前2年就會開始準備，還會見老外出圖講，你看我做的都好食，你看起來很做得，我壓力好大。今天都給他，都給他。我們加王認真，係咪唔記得？我老見用把人熟死嘅。冇錯，佢根本唔記得。我就知，因為我對佢來講不值一提嘅。有冇按呢？不過講真經啊，我老嘅細組嘅阿姐吼，第1擺見面有超過10年以上誒。我唔記得經驗10年後，按人來來去去，我只是一個滄海一粟，當然不會記得，對不對？我就係給桃園市政府舉辦一隻客家嘅主持嘅培訓嘅時間，然後佢第1擺見面天天，不過見面當久之前，我咩唔記得詳細嘅內容，不過記嘅。根本人我老細組的阿姐來到倆實聽，吼，佢倆個平常時吼，當不會騙嘅細阿妹，我根本人就幫伊好好完整賺到不卡，好不好？大家講，抄嘛，抄！全球字，來看看，胖瘦，走上舞女。太可愛了！怎麼樣？我第一次看到娃娃可以這樣子表演，收對嗎？對，可以嗎？演得好嗎？好，哇，很會做人呢。襪子姐姐，唐講係你嘅沙汀那片沙體的發展家父一個總幹事，總幹事開頭嘛，總幹事嘛，對，所有事都他在幹，好可憐。老大家講一下亮點，就是這件襪子店在，你的對。然後我回石碇開店已經17年了，對，那麼久啊？是這個都是用一般我們穿在腳上的襪子，不是什麼特別的襪子，對，然後用那些襪子來經過剪裁、縫合，然後跟拼貼，就會變成你現在看到的每一隻不同的娃娃。這裡面最難做的是哪一隻？要做最久？不在這裡，最難做其實有很大的，大概跟一個小朋友一樣大。哦，確定我們今天一整集都要客家國語這樣講法嗎？我怕他聽不懂啊，可是又要有客家元素，所以客家國語最親切。真的哈，那今天襪子姐姐要跟我們一起講客家國語，太瘋掉，太為難來賓。好了。那既然襪子姐姐是我們那個石碇社區發展協會總幹，那今天真的要拜託襪子姐姐帶我們來捏色沙汀，去撈一下，沒問題。待會就帶大家去走石碇老街。好，謝謝沈夢怡，不客氣，走吧。好，來到石碇這地方呢，我一定要帶你們看看我們石碇的不見天街跟吊腳樓。不見天哦，對，就是你365天都看不到天。阿摩洗手是，這一句我聽懂了。啊，真的完全一點太陽都照不到，這麼可怕？沒有哎。是。好了，我們在這邊看。對，然後你看到這裡的房子下面那一根一根的柱子，就是我們唯一的地基。對，就是吊腳樓。地基就這樣子啊？對。哎，岌岌可危呢。其實不會，因為我們的房子是蓋在石頭上的。
所以一般房子都是4個面。那我們這一排房子呢，只會看到3個面。我們的下面呢，也都是石頭，所以完全是不用地基的。但這邊的魚也很多哎。你這邊環境很好，生物超多。你看，跟永鴨給你按到，蝴蝶超多哎。剛還有看到鴨寡、夜鷺，而且我们的就是我們的河川是有風息護魚，哦，是魚是不能抓的。哦，抓了會被罰錢。對。哦，其實它會游泳的嗎？他抓到一只魚。說好的風息護魚呢？它不會被罰。他沒錢可以。好，那我們看一下這裡有那個介紹，你看一下，你可以找出幾種你認識的魚。蘇世忠，石貼仔，客家話叫什麼？沙嗲唄。你確定嗎？是，應該是吧？那個有錯幫我更正。等下吃得到嗎？不能抓哦，不能抓。那我們可以吃可以吃的東西哦。可以，哪裡可以吃？好，我们去吃好吃的。好耶。你現在走的其實就是走在別人的房子裡面，裡面對，已經在裡面。因為早期的建築形式是這樣，就是這邊是客廳，這邊是廚房，所以這邊兩邊其實同一戶。同一戶，因為樓上是相通的啊，樓上他們是房間是相通的。那你這樣要吃飯，就是要那個要到這邊來煮飯，煮完飯菜要端着飯菜經過不見天街到客廳去吃飯，吃完飯再拿着碗筷經過不見天街再到廚房去洗碗。對，那目前就是整條老街有維持這樣生活形態，只剩2家。只剩2家。對，一家就我家，一家是我們家隔壁的隔壁。所以有時候假日我媽在廚房煮完飯菜，她端着菜經過不見天街的時候，就是要開我們家客廳的門，遊客就會跟在後面想要一起進去。對，因為他們會以為那是不是什麼隱藏版的餐廳？對對。哇塞，這裡的老街氛圍感覺跟其他地方的老街很不一樣。對啊，尤其是夏天，你在外面很熱，走進來就覺得哇，超涼，馬上一個濕氣跟涼意。哎呦，對，哎呦，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阿嬤麻糬？哇，哎呦，對，實力好吃的麻糬。阿嬤，我來呀。你們家的麻糬有特別的嗎？就是這2種，對。桂花跟東方美人茶，吃不到的口味，外面吃不到。對，好，那這必點吧，這對，這必點。東方迷你。來到你咧做下些點心。嘿，家下啲阿嬤嘅店方賣多加頭擺嘅做下，是。家講看那個龍潭也係倆沙田嘅東方美人澎風茶，看誰比較澎風，看誰比較澎風。東方美人茶是石碇的特色，它光是聞就有很重的茶香哎，真的。對。哦。那一咬下去，那個茶香就直接撲鼻，口冰涼，真的。對，而且你不覺得它的皮跟一般麻糬的皮不一樣？我告訴你，這很像鹼粽。對，我這樣說。鹼粽是什麼？鹼粽，哦，要鹼粽，很像。口感也加熱鹼粽，冰過應該更香。對，阿嬤說她有加那個麥芽。哇，對，我們石碇有出產麥芽。難怪它都好飽滿哦，很大顆呢。所以可以試試看。你在桂花樹下，真的。它香味好優雅，真的。阿嬤這裡有很多種口味，所以下次來可以每一種口味都吃。我們真的是除了這以外，阿志姐有什麼推薦我們其他的行程嗎？來石碇呢，除了吃阿嬤麻糬以外，一定要吃豆腐。要吃誰的豆腐？石碇的豆腐。石碇的老豆腐。石碇的嫩豆腐。那石碇的豆腐就是除了豆腐之外，我們還有豆腐做的甜點。方方面面都有了，鹹的甜的都有。對，那今天謝謝襪子姐，客氣。沈夢怡，安之 C， 拜拜。張偉亮。阿嬤麻糬榮獲麻糬大賽的最佳特色獎。你看這邊有多紅。對啊。除了我們在拍之外，也有另外一組電視台來拍，哎。是嗎？是嗎？來了！不要執行。來了！一起吃。桂花麻糬的客家語是起拔，不是在罵人。起拔，
哦，我知道麻吉的客家话是小钟哥教我的。真的哦。因为我们之前一起去拍摄一个麻吉，然后他有教我这个客家话的。哦，对我就会講。那客家話的我愛你怎麼講？有點雙關，有點雙關，有點你是一樣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真的哦。我矮矮我矮矮矮，我愛。不是啦，我就是矮的意思啦。哦，矮愛。矮嗯，矮矮矮哀矮哀要哀哀那矮哀不閉嘴，奶哀不閉嘴。不閉嘴。奶哀哎，不用含舌頭。不用這麼 over，對對。阿嬤，刚才他跟我講說30個人了哈，哈，我現在只有這個。你要補齊了。阿嬤，我甲你講生笑的啦，你哪只高追啦？阿媽，你那臉不行啊，對啦，沒了。嘿啦，你看這個人，我看這個人。阿媽要去沙茶，去沙茶啊！渣渣啊！會欺負老實人。動吃，來做聲。下發明會露骨營養個，班家是用嘅前條路，天公本本無豆腐，根本唔是冇豆腐，當然來去生營嘅豆腐。生年豆腐啊，你韓國講好，傳唔台嘅豆腐聽說跟老懂了，豆腐的呢？然後唔強這樣子嘛。你生啊旺波嘅豆腐好日子啊。當然，來 Q 下來吃。小剛好，老闆好，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的你們家豆腐的特色。哎呀，我們的豆腐就是真材實料啊，不加一滴水。一定要。對，不可能。就像豆子，我們就要前一天先泡黃豆，就說冬天、夏天泡的時間不一樣，冬天就需要比較長的時間。為什麼？因為它黃豆才會發。嗯，對，所以冬天可能要泡到10個小時，那夏天就差了快一半，4、5個小時就可以。哎，泡完黃豆之後，我們隔天就要磨黃豆、煮豆漿、豆渣，然後再包到模板裡面，才變成我們的豆腐。哦，所以包到模板面出來就是板豆腐的概念。對，板豆腐就像這樣。哦，那我們的油豆腐也是從板豆腐這樣做嗎？對，油豆腐就是我們豆腐下去油炸鍋，就像人家的那個油豆腐。哇，好啦，可以生點的豆腐來模式。好，要吃吃看我們的豆腐。好啊，必須吃啊。謝謝。對啊，那我們就吃最原味的。好，可以哦，哈哈哈。來讓你講，你要好客家煎糍粑的有嗎？要來斷開來就超嘅，用快的來斷。我告訴你，這個斷的方式只有我們客家人，只有客家人有，而且是北客哦，南客不行。哎，很逗呢，給它某氣孔的呢。50塊。好濃哦，真的，而且真的很濃郁呢。除了濃郁就是濃郁，沒有其他的。現在在口腔裡爆炸。對，那聽說你們的豆漿也很好喝，我們可以有幸可以喝一下你們的無糖豆漿嗎？可以，沒有問題。真的，耶！哎，有個焦香味。你家走焦香路線？對。是用傳統的大豆哦，它的炭香很重哎。哇塞！你知道你現在就是喝的這個，你就感覺人被火炭包圍。喝一口濃醇香。阿公，很健邊哦，所以用豆腐來做料理。做二老頭家買日台豆腐。去雅典的哈。去雅典哈，老闆，我們一袋豆腐好不好？謝謝你。來去吃甜點啦，走。哪裡？這邊。好。來，土阿爸，你講我食好食的甜點咩？2鋪橋就多，哪路講講喺後面鋪後面睇，喺行3鋪橋都蠻多。哎，排勢吼，你腳下短，愛行4鋪，來多誒就來，你看呀。哦，多誒哈。新北鹽線米食名店，這個豆腐冰淇淋哦，哇，它有豆腐的味道，也有豆漿的味道，所以它吃起來就很清爽。這個就好像喝一個好茶一樣，你吃到最後面的喉嚨是有一點豆香味的，所以這個是完全都不加任何的香精香料。那我要吃才知道哦。好，可以啊，等一下到裡面我請你們吃啦。
你建議那個順對，系，這個紅心芭樂這個先吃了，它裡面的材料有紅心芭樂，還有一點荔枝的味道。有荔枝啊？對，然後還有一點那個馬斯卡彭，所以上面這一層是豆腐做的提拉米蘇。哇，整個加起來它是蠻清爽的一種味道。涂志忠，我覺得我們今天服裝錯了呢。真的假的？我應該要穿法式宮廷來吃。宮廷是怎樣？好綿哦。芭樂味也太重了吧？我告訴你，你现在呢，你就是很像那個開在路上，你知道嗎？你是還有開始啊！開，然後那個芭樂是像什麼？像大卡在噗就衝出來，你知道嗎？哦，你有沒有想過按你做啊？怎麼會想要這樣做？啊，這個就是我們的特色了。哦，所以我們的店都是以豆腐跟豆漿做的甜點，跟一般就区隔性蠻大的。好吃哎！哎，老闆，我們不是還有豆腐冰淇淋？哦，豆腐冰淇淋那個也是我們店裡面的特色商品。豆漿味很重，很像在吃真的黄豆的豆漿。很濃哎。對啊，就是很濃哎。你這還有一點一點黑黑的。一點黑黑的是香草莢。哦，香草莢。你那麼重本啊？對，然後一顆一顆的那個是香芋豆了。你看香芋豆。对，它有加分的作用，所以它吃起来的話，它就會脆脆的，然後香香的。我想講，壓喺後食，定講係後教，我要專門集後教嘅素材。後教你去飛台。好啊，互相傷害啊！如果唔壓，我人講客家人，所以唔得要存下來嘅。等下全部都是貓槍槍，跟 Annie 等下就整批落去教後教嘅。所以這樣來讓我講。好，慢慢是，唔是按照級，哈，唔是按級，哈。哎，你們沒敬業班好冇？拜託噶，唔是怪，慢慢的試哈。要問開。唔係講我帶眼教，好嘛個後教啊？後教啊！你要有嘛後教就面先聽。大型龍鬚糖。哎呦，你要帶眼做龍鬚糖的冇？我你看。哎呦，開始了，開始了。要買咯。要泰國的，點解做嘛該呢？徐大哥呀。嘿，對。徐大哥，你要點做買哈？我們在繞八字。繞八字。對。要繞八字做什麼？這個就是拉麵線之前的前一個步驟，就是繞完八字，然後拉麵線，然後再就是把它甩長。哦，就變成那樣就對。對，等下有沒有興趣試一下？我們可以嗎？對啊，我怕你的八字在我們這邊會變成打結呢。就看你的反應。好，看你的反應，我稍微再示範一下。好，這個呢就是要八字形這樣，從外面掛進去。從外面掛。對，然後呢，我們每一個啊，每一節的那個鬆緊啊，盡量讓它一樣。哦，圓的就是。哎，對，比較均勻一點，這樣麵線起來呢。習大哥也聽得懂客家話。一滴哈，來就這樣子哈。八字形繞上掛上去。它掛得蠻隨意的呢。就掛上去，然後一些，然後就往裡面推。哦。來試一下，所以要差不多就對了。對。我很怕它等一下突然變很緊，應該不會。沒關係。你要我不會扣你錢。隨性一些，你處女座的那個靈魂現在不要出來。我處女座已經來了，怎麼辦？你這樣太小心翼翼。你剛剛有看許大哥，你有沒有注意看人家？有啊，他就是這樣輕鬆寫意，就這樣。像衝下胎絲，你去嗎？對啊。我真的不會了，好。你真的很不勻呢。有啦。間距很大。怎麼辦？許大哥怎麼辦？沒關係。他這裡太緊了，許大哥。怎麼辦？這樣子才能夠凸顯你的厲害。對，這是重點。然後換你試試看。我是。你看你給槍哎，我跟你說，這個就是哪裡呀？繞這樣。哦。掛上去。太鬆了，你更鬆了。我這樣拉緊不行嗎？對，可以。可以，好。看你給潤看你給潤。這樣。有潤嗎？有潤。推進去了。要推進去了。送 Lucky。他是不是？你看比我還鬆，並且還那妞人生。來，大哥，請給分。慢活。瑪莎哈強。還行吧。要繼續努力，明天早上再來。好。每天來報到。你做了多久？我做30多年了。我才做1分鐘呢。對啊，所以你要每天都來啊，下回就很厲害了。那還要不要體驗一下甩麵線？甩麵線。好。那我把會比這個難嗎？這組完成了難哦。
不知道，要看你们两个人，要看有没有天分要默契哦。对对，要那完蛋了，你知道他处女座，我白羊座，完全没有默契。想让我们再多做一点呢。没有，就他这样。觉得我们就是摸2下就可以。他是就怕我们会把整锅锅弄坏掉。对，我趕快收。好，收攤，等我一下。他要收摊，他真的沒有要給我們做。這條先拿着，幫我拿着。哦，拿着。拿着，哎，對。好，等我一下。是這樣嗎？大哥是要這樣甩嗎？不是，這樣。不是哦。動吃，來做事。因為呢，我們要將面兩邊會比較粗，所以我們要將力道啊，拉的力道跟時間作用在兩邊。甩完之後呢，就要一起拉，那甩的時候不要太快，甩完一起拉，這樣力量才會作用在這邊跟這邊。哇，來再試一下。甩完之後一起拉。對啊，輕一點。拿對焦了。不用擔心，不用擔心。你再甩一次，再甩一次，好，再甩一次。換你甩好了。好，再甩一次，再甩一次。好 ，OK。哎呦，怎麼這樣？你們兩個真的沒有緣分的線一直斷掉呢。沒關係，那現在就這個麵條練習完了。好，接下來又練習完了。對，那等一下就要正式甩麵線了。你到底有多不想給我們玩？但是甩麵線之前呢，來，我們要看一下你們個人的功夫哦。跳繩，拿這個來跳繩。對，用這個，因為剛剛已經掉在地上，已經不能用。確定？不是，怎樣？你這樣太短了，這樣子。這樣子，這太長了吧？稍微縮短一點，稍微縮短一點，對。哦啊，不要跌倒，不要跌倒。確定可以跳？要溫柔一點，確定可以跳？節奏慢一點，可以。我幫你伴奏。好麼出誰？好了，好，試下。我的木杆會跌下來，哎，我幫你挑了。你就這樣哦？對啊，我挑後來。你跳5下就可以了。對，你就會贏過我了。跳起來，一下，2下，3下，4下，5下，6下，卡到。你剛剛踢6下就冇哎。好。動歪，基本外。通過了，可以來拉麵線了。真的嗎？可以拉麵線。真的，你確定？那等一下呢，我去準備麵線出來，我跟師傅呢，示範一個。好。重賞鼓勵。來嘞，麵線一場。許大哥沒有給他鼓掌，麵線來給他鼓掌。對啊，來，許大哥要開始表演。注意看哦，只示範一次哦。一次。哎，對，好，就2個人要有默契哦，哈。來甩，拿，放鬆，哎，換邊，哎。你看你個樹掛那球安黑。好，那這樣 OK 咯。為什麼你拿2根，他只有1根？因為剛繞8字是2根吶。然後中間多加1根，中間底下後面加1根。你聽得懂？我聽得懂啊，就是2根在旁邊，然後中間再加1根往後拉，往下拉。怎麼會聽不懂？數學不好。怎麼會聽不懂？什麼意思？好，沒聽不懂沒關係，等一下會拉就好。來，接下來就是要。真的假的啦？我已經有特別交代用比較少的給你們。好，我拿2根。今天你先當師傅。我完全不會甩，我跟你講。我也不會啊。好，來，準備開始嘍。要哪邊先？師傅先嗎？師傅先，對，師傅先。來甩嘍。好。穩。接下來輕一點，會斷，輕一點。好，拉的時間要縮短。你要深一點，來，小心。差不多，再勾引他，再勾引那邊，再一下差不多，再一下差不多。他已經沒有什麼後路可以退。等一下，對，甩到誰了？換你了，對。來了。輕一點，對，再一下就好。好 ，OK， 很好。OK， 走對。來，我們要去哪裡？我們要掛上去。掛這邊。不是，這樣就可以了。這。對。哇。對。重賞鼓勵。鼓勵，你看都沒有斷，很棒。其實這種是以前人的智慧，這個功法算是很厲害。傳統的功法，手工做起來的啊，它那就跟機器做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。等一下你們用成料理的時候吃吃看就知道。好。大哥，那剛才有看到
懂都在水管的用的，然后很多那個水啊，然後這邊流的。哦，那個就是流水面啊，因為流水素面就是超對，因為呢，這個面線我想要讓它有一個有趣的、更有趣的吃法，加上我們石碇呢就是一個水源保護區，所以這邊呢對水質非常好。那我希望客人來到這邊呢，不只體驗到面線，他也可以體驗到這個好的水質，而且又很有趣的吃面線這樣子。我們等下看誰夾比較多。快把你夾他多！我可是有被我阿公特訓過夾。真的假的？快把你夾他夾！走，許大哥，你當評審哦。然後往那邊。還是你要加入我們？交給你們2個就可以了。許大哥，你準備的很功夫呢。還有裡面有醬油，還有小菜可以配哦。對，那個泡菜是我們自己做的，醬油也是我們自己在調製過的。剛剛已經下過熱水做清潔了，好，然後現在是過濾的山泉水。哦，那等一下呢，它就會跟着這個山泉水。對，等一下有3個顏色的面線會出來，那我們就要準備了。然後就通知廚房，好，那我們是1人夾1道嗎？它隨機的，它隨機的，你們自己什麼看反應啊？來了！哦，這樣應該是前面那個人會比較有優勢吧？你看這樣，你看人家就幹嘛開，然後土士豬，我剛沒有注意看到，來不及，你知道嗎？我剛不死。而且我告訴你，我到現在還不會用筷子。你以後天天來這邊，真的每天練習。對，好吃嗎？好吃啊！真的。有點很香，而且面線入口即化呢。入口即化，你今天扣子要這樣很重。好，來，為什麼這一道比較快啊？是不是？完嘛，你看看，你可以嗎？對嘛，你夾起來還不錯啊。做得啦。不錯，很綿密，對不對？它真的是入口即化哦，你真的沒有騙人我跟你講，面線要來這種固定呢。某種顏色的，不一樣顏色呢。哎呦，這個有一條不見了。哦，那麼健康啊！對，這個是我們用那個樹林的紅曲粉跟紅曲醬來做的。樹林的？對，就是新北市。來了，產紅曲啊！對。好忙。這個綠色的是綠茶。我們用台灣的綠茶粉。懂我哈？來不及講話。經典，你剛剛那個紅曲面跟那個綠茶面，好像稍微粗一點，而且比較那個省啊啦。它發出懂省。比較有那個。因為它加了那個東西，導致於面體的有彈性，而且它比較粗一點點。比較粗一點點。其實最主要是它的粗細影響比較大啦。那加了紅曲跟加了綠茶呢，會影響它的延展性，它的醒面時間呢會要比較長，拉的時候要比較用力，而且比較容易斷。那這個不適合我。因為你記得今日當道東西有麵線，還有豆腐，我來做料理，跟人家附近嘛嘅。是。紅丁愛順風。狼愛天數，安尼做對嗎？對。謝謝許大哥。好，謝謝你們。那我們要準備去做料理了。好，走。好，走。今日來做倆出菜吼，喺藝上愛分享俾大家。菜苗有些蟲，再個講一擺。油豆腐，蒜絲有看到啊？有。好。混豬肉，你豬肉要先滷過，可以像有啲位調味料落去啊。有邊嘅調油，有邊糖，最尾用片啲粉落去捏啊。第一步先撈香菇醃走來，拿3到4類來。OK。你下吼，唔但像西門要煮菜，現在唔係調煮，做得。然後你講等下吼，我先切一類俾你看。你是不是覺得我真的很不會？對，然後大家講哈，給小廚姐哈，真嘅唔要做菜。我聽說我顛覆你的想象，好不好？擺到吃，好，把它排直來，然後我們切長條。但是呢，有人會希望這個泥條要來切的，唔過，我真嘅這種我按大送。因為佢咩
動就好。切太還口感沒問題啊。黑冇錯，你講敢吃什麼？就按你切都粗條就好了，不用切都挺油，因為等一下那個一開始要先煸條。OK。簡單。等你這個切香菇的香的時節，應該兩片有燒水。我們的油豆腐呢，要先滷過，來凍薑，要先燙過。為什麼？因為本給莫按油。雖然它就叫油豆腐。對，但是真的不是要這麼油，給它泡一下下。你看我曉得。等好。哎，你切太的時間，做的切下掉，我就放出來呢，對嗎？來，加油。可以啦。哎，你這是在當鋸子的，你知道嗎？你這不是刀子。來，我剛不是這樣嗎？不是。哎，你這個手真的哪一天會被切到？哎，貓爪。你要堆一兩片，然後切下去，往前下去。不可以這樣。不是，那不是鋸子，等下抖吧，懂哦。好，我們現在把它夾起來。好，全部嗎？哎，对，夾到，哎，不要損哦。現在呢，要把所有的等一下會比較香的東西，先然後給切厚些了，等下切粗條，就這樣，切粗條。這樣。哦，很棒。這樣。按泡哦。對。就好，抬的，不容易抬的。先熱鍋，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可以那個這些辛香料，煮太給全部倒進去。你沒有辦法分順序嗎？我第一隻我都係先煸嘅香菇，啲你話鍋嘅少嘅加哈，你看你看，你鍋嘅哈有熱的哈。等一下，你有倒油嗎？不用，它是要乾煎。它就是要乾煎，沒錯，只有這個，只有香菇。好，你等一下電機哈，差不多，你吃到有皮到嘅香菇嘅香，就走出來，因為洗嚟走出來就做得，就來個八刀順風。OK。你下就做得倒油落去。OK。好，油就倒一些嘞。好。哦。就開始。蒜頭。嘿，冇錯，蒜頭。哎，落去。接下來我都兩個一起下的。除了那個蔥綠以外，哎，食材有，哦呦，阿美，哦呦，哦，香菇過來了，沒關係，現在就要把它給它炒起來。哦，嘿，現在就隨性了是嗎？對，給它炒起來。好，差不多，炒都差不多。兩寸，對了，你老闆，有沒有？我告訴你，今天好辣，我要 Q 你，好辣哦！我剛剛被你搞混，這個要先下。但沒關係，它中間再下來可以，因為它是最後面要下去，就是要給它那個。等下那所以它要在誰的後面？它是要一開始就要下，但我們現在沒關係。等一下就是最後。是變動的處女座呢。哎，我是變動星座，處女座。好，我們就補一點點的油，然後那個肉要下來了。哦，全部嗎？好，倒落去。要全部嗎？對。你閃那麼遠，好，倒落去，然後我們就給它鋪平。好。給它這一面先給它煎好。好。等一下這一面剪都擦。過來變面。好。好，等一下，不用兩面剪都擦。然後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。醬料可以先進來。這個。對。全部嗎？我們說。要這樣嗎？對。哇 ，perfect。很 perfect 哈。好，油豆腐。這麼大塊哦。啊，油豆腐進來，有酥啊，就是全部給我放上面。你不是說全部嗎？不是，油豆腐我們放邊邊，然後呢，我們用舀的把這個醬料撥到豆腐上面。好，我們剛剛這不是還有小水？倒一些的落來，因為不以醃過去，不用完全醃過，過安內呢，還要再給它。等它。沒錯。然後還要再撥一下下，讓它所有的食材都收扣精美豆這個東西。OK。好，我們現在就等它開始慢慢收汁，就是這樣顧它就對了。就是差不多要滾的哈，給你的腸仔，所以來放落去。腸仔一開始哦，大部分油豆人會用點那腸仔的鮮。不少油豆人會一開始先然後給斷上，你馬上就一開始那個鍋子起來之後，就放在裡面加一點油，給它稍微炒個15-20秒。好，我們就是太白粉水，然後香油的雞片。你看到，然後幫我拿另外一個那個湯匙。好，比較差不多哈，而且甜醬，你洗了之後，讓它稍微有那個稠的感覺。然後呢，因為那個太白粉水有點粒粉哈，一嘟到捏呢，它會變稠。
好，這樣呢，好，差不多了，我們要關火了。这它嘞？它就是最後要上來。哦。好，我們先關火，然後呢，哎，你手上的東西給我啊。你手上的東西要給我，然後請你去拿醋。啊，這個是最後啊。對。醋呢，2大匙補回去給他。但我就這樣，好，好，最後呢，那個蔥上來。我告訴你，我們就這樣稍微攪啊。攪啊，各位嘞。各位，加蔥，可以 F 上去，我們這道菜就完成了。哇，完勝。看起來不錯呢，涂媽媽。不是不錯而已。眾賞鼓勵。耶！駐菜部分來說，媽媽有教你煮亞條菜，我覺得那是個懂章的皮，裡頭我媽媽就沒安親。我也是很感謝我媽媽，雖然她現在不在，然後因為這些都是每次會煮菜以前都會先用講，以前媽媽教過我煮什麼菜。我現在每次回龍潭我都很難過。啊！你不要哭，你很煩。動吃，來做事。下下來天意出菜，係咪？有很愛。哎，從來唔是啲兩個節目看過，而家來賓做兩出菜嘅。哎，有才挑人，哈三忙掉誒。好，因為天意出菜，I mean加埋啲嘅啲兩片來麵線，好啲嘅綁咩？綁到天來行。哦，用麵線來煮菜嘅。哎，古時嘅出菜就很多。玻璃菜、麵線煎餅，麵線做煎餅，做得麵線煎。呀，其實係好多人他有安尼食。哦。不過呢出菜係牙媽媽教我，真嘅係牙媽媽教我。哇！哎，嗰種牙你想講哦，今日啲人吼，啲兩杯有做麵線咩？有天然麵線就來做了麵線煎餅。這麼溫馨的料理哦，涂媽媽。好，我們現在先打蛋跟切蔥花。煮熟的跟3粒。哎，你會單手嗎？不會呢，我真的不會。不會。好，2片3粒。1片1粒，冇錯。哎呀。哎，做完就好。好，拿刀嘅勾來。Nike。你看他雙魚水川，你拿刀的方式真的好可怕。這個我怎樣呢？蔥白跟蔥綠的地方分開。你又要吃？哦。分開。這個呢，因為我們要切蔥花哈，所以把它切小段，切到蔥花的。那個你的貓爪要記得的。那個胡椒粉有都點嗎？哦，有。我們一點點給它鹽巴就好。你的真的很過。一點點啊。好，就這樣，然後一點點兌一點點水。什麼？水。倒一系列的倒過來，一系列之後。那你自己喊哦。好累，好，就這樣，快點拿來，不你叫。好，這我會，這個你會哈，這我會。好，哎，我告訴你，今天這個哈有一個重點，不要打太散，有打到就好。哦，好。好，然後那顆也是，可以。這樣就可以了。對，這樣就好了。我是說真的，不要散。好。好，今天重這個重點是不要散。OK。好，給兩杯黑。也不要散。不要散，就是有打。好，走的。這樣可以。好啊，還有給玻璃菜哈。玻璃菜呢，我們這不是有逛嗎？不要。對。就這樣呢，然後也切下來。丟掉它。哎，不要它。然後我們今天不是用刀，差不多呀，因為兩個半粒的，古時候拿3都吸皮就好了。就夠了。就都對了，不然因為這個等一下太多蔬菜呢，它等一下會出水。哦，就沒有辦法那個麵線煎那種擦擦的感覺。好，你給好嘞，好，這樣做，給水帶下，水太該就盤的拿來。OK。因為等一下兩一號。要煮啊好，好滿廚哎。對，要煮啊好就要不用到那蛋黃，然後麻油、無麻油先拿定。哦，再給我那個橄欖油。現在它滾了，我要 add 落去。橄欖麵先 add 落去，好，我們錯 add 落去之前呢。加油啊！哎，對，不然它會粘在一起，加一點點就好。好，按你做。我告訴你哦，下去哦，1分鐘，馬上。起來之後。那個無麻油就撒，
你就這樣停了大概2秒，2秒，就這樣立起來2秒。OK。就差不多之後不用真的很。要瀝很乾嗎？對，盡量乾一點。哦，那個盤好像有點遠那要怎樣？這樣。夠了哦，我們抽。好，現在趕快 add 下去。好。哦呦。那個福馬油給它。福馬油2秒，1、2，這樣可以嗎？可以，然後趕快把它攪拌，趕快。好，攪拌。好，攪拌。然後呢，我們要做的事情是把它鋪圓，變成圓的。好。鋪圓。就对，你到邊都忍，你要把它放涼，忍。OK。你都忍。好，我們就是給它現在的步驟，就是把它放涼。好，算點不用對。開火，煎了。哦。來，準備。我們要把你落下衣。然後你準備這個，等下直接上來。他要準備什麼？直接鋪上來。好。這樣整個這樣鋪東西可以嗎？可以。下去。OK， 給，爽了。OK。哎，這很不順呢，它。沒關係。然後。1顆蛋。把它倒上去。為什麼要這樣2道鍋？因為這個麵線現在要上來了。OK， 我們再把麵線倒，不用倒扣了，把它滑進來。建議。它上下都要一樣那樣子。哎，按鈕嗎？對啊，按鈕。哦，哎，沒關係。好哦，很好。就按呢，就是這樣。然後這個麵線呢，清涼，然後以普州，然後去老嘅。看到雜，韓國老嘅摸個清涼平台啦，清涼啦，因為但是它已經定型了。對啊，它粘在一起。沒關係，我們就這樣。我剛剛講這有一個就是唔好本地粘木之後。OK。對，你就上海。就是一直維持中小火。對。就不會燒焦。上海那個停頓一下。好。然後講差不多看那裡，我很怕它焦掉。好，差不多，好。那裝哪裡？拿一紮胎盤的過來。好，我現在。他剛剛裝什麼？麵線，可以，再給他回去。因為呢，我告訴你呢，我是一個不會的人，所以呢，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。倒扣，你怎麼知道？你的每一步我都盡收眼底。我沒有在外面翻過。哎呦，那我到底可以？你什麼都不能做。好吧。好。唔哦。我講哦，然後就變高來高後呢，高一剪夾個拉麵啊。你用片都會剪到。你用麵都會剪到，嗰個加下個油哈，嗰來倒落來。好，這樣子。好。我們就要讓它下去嘍。好，讓它滑下去。就這樣呢，滑下去。需要什麼嗎？幫忙滑下去而已。我可以這樣嗎？哦。對。現在呢，就讓那個背面來給剪長了。OK。之後，我們的步驟就完。來，等一下那個剪標拿來。你又剪標呢？因為等一下。給他胎。哎，來檢查一下。關鍵。都得嘛。我們看，擦油啊。你小心，它會裂掉。哦，它會裂掉。好，給安妮哈。我要怎樣？不用等。哦。來，小心的讓它滑下來。哦呦。好，仲酸，你們有成就感嗎？有啊。有嗎？雖然唔係眼珠誒。哇，成色、鐵出、油豆腐，還有咩？蒜絲、文豬肉。油豆腐煮嘅主角當然愛食到，米飯都會食到嘞，長者我也沒有食到嘞。做得嘛？啊，帶下有麵啲啊。我講有。嚼啊！係啊，嚼啊！唔看再帶下有麵。哎，你有冇老記得講我要揾飯？排泄哈，排泄冇講到一直揾飯。呀，懂炒飯的呢？真的哈。對啊。講這道菜一出來哈，馬上變成桌上的最搶手。我跟你講，你媽媽跟我媽媽要是在，他們應該就猛搶。真的很好吃呢。哦，我怎麼會煮啊？我哪麼會呢？啊哦，好加嘞，好加嘞。我同你講。水梅唔係嗰黏掉嘅嘅蒜絲，因為真的是畫龍點睛誒，這整個就變。裡面還有蒜絲，就有沒有太甜？真甜，哦，而且很解膩，你知道嗎？對，其實很好吃，而且可愛。這個我可以嗎？
你可以的，我先不用捧汤。要这样哦。嗯。哦，有糖肉哈。有吗？有一点点。有一个嘟。我来。这里面这样擦擦，感觉很好吃呢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好吃。哎，你的盘也不用，你的盘也不用。哎呦。哎呦。因為安尼，你會擦擦安尼。真嘅，做安尼擦擦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係，どうぞ。はい。哎，你那邊日本高士。屁眼眼咩？麻煩你眼多好。哎，有聽到嗎？咔吱咔吱哎。我還沒吃到那個焦焦的。哦，我跟你講，這個麵線有鹹哦，所以在家裡真的不要再加鹽。不要再加鹽。真的不要加鹽，因為讓麵線如海。我們是不是玻璃菜加太少？玻璃菜也可以再多加2片，如果你喜歡的話。好像可以。對。哎，這樣吃完很有飽足感呢。真的，我跟你講。你媽媽教你這道菜真的很不錯。尤其喺馬來時間，你知嘛？要過年嘅下，有一講，有去廟巷。過年吃這個嗎？因為去廟巷咧，他們跟新年都會送你從酥麵。哦。還有麵線。要消化它。麵線太多，你知道嗎？你只用用蓋菜就數量。總價。一般就是三字。剛好也不用6字啊。對啊，一下就2-3字麵線就小嘞。好吃。好吃。跟你吃到根本像做都啱，你吃到那一隻部分，你先有感覺。還是老愛煮菜的部分。煮菜部分還是我媽媽有教你煮下條菜，我覺得那是一個動真的肥，因為從我媽媽就冇按錢，所以有時候可能會提面薯紅啊，也係 IG 紅會。咁啊，你係叫我嗌都盲成叫，你都唔係叫我。就是會分享一些跟媽媽的，我覺得很棒。因為我都是跟婆婆。真嘅啊，因為奶石頭哈，我也是很感謝我媽媽，雖然她現在不在哈，因為這些都是每次會煮菜以前都會先向講，以前媽媽教過我煮什麼菜。我現在每次回龍潭我都很難過。啊！你不要哭，你很煩。我嗰陣時接到嘅製作單位講，有賣故事嘅菜料理啊，我就說不行哦，我會哭哦。因為我今天選這2道料理都是媽媽教過我，就是媽媽搞過。這個有搞過類似的菜，就是2種的料理的方式。對。我覺得今天是完全顛覆我們彼此的認識，沒顛覆的人對時定嘅認識，因為真嘅頭擺真嘅冇來過。頭擺就看嗰千豆腐天天。係啊。對，鱷魚糊嘛，千島湖。香港亞味都在有賣。真嘅哈，叫你當時夢小豬姐姐。超定啊！超愛強下來殺天。真嘅甜唔是當甜，唔過真嘅以後搞。真嘅當甜，還做兩出料理。我上講上劇啊，真嘅哦，我第一部卡杜，我想講啊，做兩出料理，都很勇敢的，怎麼個小豬姐姐不煮呢？因為我不會啊。不是，我後來妥協的原因是我真的怕出現人身安全，我的人身安全。你等一下，你老你崩停有沒有？廚房崩。不會啊，燒焦而已。哦，真的哈。好了，那我們繼續吃哈。生紅太嘎，這個也是夢妮啦。對呀。好，我們來那個必找。有沒有必找？夾豆腐來必找。乖乖。